请出去。哎，对不起，你把他打，你他打脚上了，我也在那个。 老师，现在基本大家不要说对我啊，哎，不是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啊。你在正面拍可以，哎，你那不对哈，他说不是。请出去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是来自中国高原江南弦子故乡巴塘，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和我们藏区非常优秀的锅庄团队合唱一起共舞，然后做一个文化交流。 一个文化交流，故乡巴塘，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和我们藏区非常优秀的锅庄团队合唱一起